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昨昏下晡伫咧新北市三甲八大国小外口发生严重的车祸。事当时，这个驶车78岁姓严的驾驶，伊车是驶真紧，毋但冲红灯，阁弄到过路人甲学生。有学生当场怎呢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目前警方初步调查，这个驾驶并无食酒驶车，不过详细原因是还佫来调查。目前最新的统计伤亡的人数，包括驾驶在内，拢总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轻重伤。来土城病院看车祸受伤的人，并且向家属致意。总统赖清德区内压家属的双手安大人的情绪，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去三甲文殊宫病院了解受伤的人的情形。要怎么协助家属？高龄患者没有问题吗？尾下杜英泰国去邦桥的阿东病院，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决定看受伤的人。伊讲对行路人伫咧路的安全，有关爱加强加检讨，莫阁发生不幸。我们还有不尽如意的地方，还是安全体系之外，我们还要加强更多的安全的照顾，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昨下昼4点多，正行方向大红灯，行路人要过车路，因有一台轿车速度正紧冲过来，车身弄到乌托邦车壳脆片也甲规死过，过去弄到规队要过车路的人。救护车一台线一台，甲受伤的人送病院，现场正混乱，有封锁线。当下来真的很严重，我不知道先救哪一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警方初步调查，驶车的是78岁姓吴的驾驶，无啉酒，车驶到新北市三甲区的八大国小附近，速度正紧，撞红灯去弄到过车路的人，包括驾驶15个人死伤。他是直接没有任何减速，一路冲到往前走，也是国城街嘛，就是一路冲到复兴路的安全岛停。那学生的部分轻重伤都有。姓吴的驾驶气肺心搏来破，抑我伫咧家护病房观察。如果受牵连的行路人加骑乌托邦的人，有4个人到病院进前，心肺功能就停止。其中一位身份抑来查40几岁女性，抑有2个10几岁女学生死亡。我们现在一个家庭就一个专案，去面对关怀的机制。车祸原因也过来了解，因过也互大家注意到4大人换驾照的问题，而且这件代志也造成囡仔心中的阴影。自今仔日开始，学校甲新北市政府会启动各项辅导甲支援，陪伴家庭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署针对云林、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高温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而且嘛对嘉义县、花莲发布高温黄色的灯号。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各地天气拢真烧热，高温普遍伫咧31度至35度。中南部外山区共款爱注意温度会真高，可能会到36度或者是36度以上。若落雨的方面，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过道热对流较旺，大台北、宜兰、花莲甲各地山区较会有雷公雨，伫山区都要特别注意可能会上大雨。来看台铁北回线，因为前几天落雨，花莲中潮到河仁这路段未通，交通电力是还未恢复。目前台铁是先派食柴油的列车，伫新城到和平往回来载旅客。目前在抢修的现场，电车线断去，崩坑内底土石崩塌的情形嘛不哩严重。按算上紧5月21会当恢复单线双向通车。可以接驳车去和平。这个呢？这个是花莲。台铁新车站月台铁马真侪旅客受18强降雨影响，中间后庭之间电力设备受损还未恢复。台铁调派非电气化区间的查联车来回新车站到和平之间转接，旅客免出站换客运，毋过爱伫车站来换车。花了4步，到了和平，到了罗东往和平的新城的4步，我是中立过来的。接驳时间，他看要等多久啦？我第一次搭接驳火车。
代替表示，用东小清水桥是作家检查完成的铁基路路线来驶查人车转接，因为在海路段原本就要慢慢行，时间差不多济，毋过换坐甲等待上下车的时间会较久。19日时，天气稳定时间，关键抢修，桥边甲铁基路损坏差不多200公尺。崩坑内底土石引起状况比有其严重，加上电车线桥波断去，电力高倒去，后置甲通讯设备受损，修复的时间会花较久。4天的时间才能把土石清运完成，那最后1天再完成电力耗资恢复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双线是会在24日但是我们电力的部分恢复单线双向正常行车，我们在21日就可以恢复完成。代替表示，伫这期间，东部来往西部之间的国际上侪列车专门开放车票，无需要换补票。19暗时，佮启动花莲站到和平站之间的公路转接，经过中地甲后进之间无使用车票1年退票拢免手续费。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花莲县长徐正辉认为，在核发生第一时间，苏七处新竹港口受困现场2点钟，多代替各位起票价，呼吁代替爱精进安全措施。代替表示，10月在核发生之前，国警系统伫第一时间回报现况中心，而土石因铁基路进前，就互前后列车停落来，安怎降低土石崩起的风险？对计划建立边防坑也评估改善，拢是目前要咧努力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彰化三峡发生重大伤亡的车祸。经过调查，这个赛车78岁老阿伯今年2月才换驾照尔。针对高龄驾驶的问题，专家讲，咱国目前坐伙人换驾照的标准伤龄。专家建议应该比较澳洲，爱做车路的测试甲健康的评量等等，而且重新检讨驾照管理的制度。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为6月份开始放入2项癌症标靶药啊 ，PARP、AZZ 给付的标准，这会当治疗卵巢癌、早期的鳞癌，还有裂喉腺癌等等。每一年差不多会有775个人受惠。过来看自由时报，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有11个国家联合提案，让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 WHA。不过，却是去予中国甲巴基斯坦联手来反对。中期尾大会是拒绝邀请台湾这个提案，这嘛是咱台湾连续9年无法度参加 WHA。今仔日就是5月20日，陆政府执政满1年。不过，中国扰乱台湾要是无停歇。顶一日有一对中国的爸仔偷渡来桃园的海沙埔，还有一个号做山东开国的查甫人，伊讲伊是偷渡来的，伫咧桃园的沙埔插5星期，目前检调是当地的调查。那昨昏暗时，昨昏伫咧平湖的西南海峡出现30多只中国的渔船啊，用拖网来掠鱼啊。咱国海巡是紧派台中舰去甲赶。平湖7米西南海峡19节气出现30多只中国三宝船穿过海峡中线，当地拖网作业，侵扰咱渔民的权益。尤其目前拄是中国禁渔期，任何渔船拢禁止出港。就惊内情无单纯，海巡署嘛派台中舰去了解。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中国海警船为旧年到今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甚至超过海峡中线，海巡强势管理。不过拄是5日抗总统就职9年前，海巡署无排都是故意伫扰乱。尤其中国网友山东开哥伫抖音讲，15位福建坐秋莲船用9点钟渡海到桃园海岸，各差5000基的挑战。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海巡署证实，地点甲桃园大园区的海保同款，影片无记住，暗过过来爱95海里，若真勉强，搁爱拍9点钟，看不出来有拍伤，还是严重脱水，真可疑。或是由在地协力人员摆拍摄这部分，海巡署正调阅入口监视器深入追查中。自称山东凯歌的中国籍男子说自己驾驶橡皮艇偷渡到了桃园，并在大园风力发电机的暗记插上中共5星旗。不过就在距离这里不到11公里的地方，一对中国籍父子同样利用橡皮艇偷渡，15号深夜先抵达了观音海水浴场，甚至在沙滩上睡了整整1晚，隔天才主动投案。同一天3点钟来，唔是一件偷渡案。海巡署坦白讲，秋莲船真细只，雷达侦测袂到。在台湾本岛，因为有台湾海峡，所以我们重点在
大型的目标。橡皮艇如果速度慢的话，它的杂讯它的反射波是微弱的，很容易跟浪杆跟杂讯混在一起。我们现在还在辨识中。海巡署讲，真需要建立自动监测科技装备，才会当避免漏接偷渡案件。也无排除伫赖总统就职周年，中共会搁再利用类似的手法甲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若是发现中国海警船的侵扰，咱的海协，咱的海巡署就会强力来执法。不过，即马说是逼出海巡署有中国的间谍。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的主任曾宗辉，那像是泄露机密，去互金门地检署带转去侦讯。目前法院是裁定羁押，因为海巡署是随家己2支大告免职。曾宗辉去年才升起来做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的主任，过去伊捌做金门第9海巡分队长，也有海巡署的专员。平常时也是负责管制案的进度，掌握的资讯是不了敏感。曾宗辉防羁押，海巡署是随家己2支大告免职，而且还要追究伊的顶司监督的责任。顶一日有风声讲，前立委林昌佐被派去做驻芬兰的代表，引起讨论。外交部长林佳龙证实，这件代志是事实。不过，因为艺人闪做兵的这个风波，在也质疑林昌佐无做兵，而且伊无外交官的资背景，煞是派去做代表。那边两党质疑讲，这恐惊会引起基层的不满。外交人士报告，顶日传出前无党籍地位林昌佐会出任驻芬兰代表，引起讨论。外交部长林佳龙19接受访问证实这件代志。有关林长佐的人事案在办理中，要由总统府来公告。林佳龙肯定林昌佐伫人权外交的国际交流经验，强调总统热强调重视价值外交。林昌佐除了熟悉过程对台湾甲北欧地区，甚至世界上推动综合外交会有真好的表现。也毋过在遐质疑林昌佐无做兵、有闪兵的嫌疑，佮无外交的背景，即马空降恐惊会打击外交基层的士气。林昌佐本身的兵役闪避的问题，包含他没有任何外交的长才。兵役的问题，他本人应该会做回答。如果我们以美国啦哈，或者是说民主国家来讲哈，大使啊哈，其他尤其是基于外交哈，那由国会议员去担任啊是非常多。不要用传统的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看待，往往像过去的萧美琴、谢长廷都达到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期待林长佐到芬兰去，也达到很好的成效。透过音乐、透过文化来进行台湾的一个外交工作。林佳龙也进一步表示，兵役问题应该由当事人来回答。实际打电话给林昌佐，并无得到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针对基层影响，林佳龙表示，综合外交都是爱有多元人才，那是职业外交官，也个包括经贸文化各方面，也设有比例限制。近年来，由总统特任的大使还是代表有名额限制，都是咧保障职业外交官的生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也有几个议员的社群平台，为去年5月份就收到恐吓的留话。日本警方查到这留话 IP 是伫台湾，2个警方联手抓到人伫咧宜兰这个姓张的嫌犯，目前是照恐吓罪加以起诉。前外头的嫌犯到宜兰地检署复讯，因为伊的留话伫代志引起真大风波。5月起，接获日本警察厅通报，指出日本各地发生多起网络恐吓的事件，恐吓的对象包含日本政治人物及团体。车顶放炸弹去主题放火，也是开枪射杀这个网络留话。虽然留话效果无同，暗过画面同款，互伊恐吓的包括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也有20多个众议员甲地方议员。因为恐吓效果，改做一个日本漫画家，伊嘛赶紧大文背会。经专案小组深入清查日籍受害对象，分析涉案 IP 网络服务身庄地等相关事证，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后破获，并获得作案手机1支。台湾警方去年11月接到日本通报，今年11月面册嘛侦测真侪恐吓言论的高风险笑话，检警缉捕建立资料库，分析嫌犯的手法。今年2月以 IP 电资讯查到涉案姓张的嫌犯，去伊的主题所在。2月20号去搜索他家，
那在他的手机里面有发现的这一些犯罪证据，确认了犯行之后，移送给宜兰地检署。根据了解，死了嫌犯好亲像因为长期失业伫厝，才用老话来表达不满。不过老话毋但引起日本当地紧张，嘛影响咱国的国际形象。检方侦结了后，已经依照恐吓罪起诉现场的嫌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川普19分别甲罗西亚总统普丁，也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了后，伊伫社群铺文，讲罗西亚甲乌克兰会随展开停火谈判。俄罗斯甲乌克兰将会随针对停火，甚至结束俄乌战争进行谈判。这是美国总统川普19分别甲俄罗斯总统普廷，也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了，伫真实社群的答文。川普讲，具体条件由俄双方家己去瞧，因为只有因才了解谈判所牵涉甲别人无法度了解的内容。Отметил также, что и Россия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Мы должны прост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наи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пути движения к миру.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о том, что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所讲的找到适合各方的妥协方案，无明确的内容，可能无影响外交政治幕僚对此表示，无商定谈判的时间表。川普一日咧甲普京通电话进前，先甲泽伦斯基对站通电话，甲普京讲煞了，结果甲泽伦斯基进行一场联合通话。参加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意大利、德国甲芬兰领导人，因那梵蒂冈也表示对主办俄停火谈判有兴趣。泽伦斯基甲川普两边通电话了，重申家己的底线。Росій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запропонує деякий меморандум, і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не буде секретом, тому що завжди ця інформація якимось чином в публічному просторі з'являється. Я думаю, що з нашого боку, після відповідних сигналів, ми, отримавши英国 BBC 报道，川普甲普京2点钟久的谈话，讲话正温和，因过无什么具体承诺，所以现阶段无30天停火，未宣布川普甲普京见面，无详细的最后期限，也无讲因所承诺的谈判是上高阶，也看不出来俄罗斯会对因长期的要求做任何的让步。华府上面会当讲的，就是和俄双方家己去协商结束战争的条件。华府敢若是伫咧暗示讲，即个无耐性啊，可能放的就袂插。对乌克兰来讲，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效果。欧洲领导人依然坚决地支持泽伦斯基，不过若是美国袂出力、袂出钱，可能是挡袂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关心美国的消息，美国的强烈风暴加利亚风造成真重大灾情，至少有27个人死亡，其中重灾区肯塔基就有19个人死亡。另外，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去互一只墨西哥的军舰弄着，至少2个人死亡。有可能是因为迄当阵的海流，也有风速的变化，害这军舰袂互动，才会安尼弄起哩。真大风声对于加利亚风穿过居民的头壳顶，大家拢真惊吓。Hey man, it's a tornado, man. We're in a tornado. Oh! 一个搁一个加利亚风滚架造成重伤害，受过所在，所有物件拢被摧毁，厝顶被掀走，车吹变过，厝碎糊糊，真侪家庭被迫特地使车吹掩护。Because you can feel everything get sucked in.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超过20个加利亚风伫几点钟内受过重波，伫这大范围地区，差不多有30个强烈风暴造成灾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肯塔基州东部拢是受痛上严重灾区，救援人员伫途就当中找找活人。Finally found some shoes. I was barefoot. 目前，密苏里州有人伫风暴当中死亡，有超过8万户停电。中局设在庇护所，圣路易斯市长史宾瑟表示，这是这个市有史以来上严重的风暴之一。灾区一直到19，也有更较坏天气，有缘爱改变。美国引诱起一只墨西哥海军训练舰弄到布鲁克林大桥，造成重大死伤。当局展开调查，不过需要一段时间。根据有经验的水手讲，有可能真侪因素造成。You had the tide bringing you in, and then you had your engine kick in. You had wind setting. You had about a 10-mile-an-hour wind, and you could see that from the Mexican flag that was on the stern. 初步了解，官员表示，这只船舰迄时阵朝向错误方向在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伫咧公投脱欧9年了后，会参与后面的联合采购计划。双方嘛同意，予英国的食品甲旅客更加方便进入欧盟，而且签署一项有争议性新的渔业协议。英国首相史凯尼今仔日伫咧伦敦，甲欧盟领袖举行峰会，同意伫咧国防甲贸易重建双方的关系。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的风波去互弹劾落台。南韩提早伫咧6月初3改选总统，4个总统候选人18举行头一场的电视辩论。目前支持率上悬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伊无介入两方的问题，这个亲中的言论，正做是对手攻击的目标。来看柬埔寨真出名的吴哥窟这个遗迹，前日发生雷击的事件，有3个人因为安尼无命，也佫有真侪人受伤。不过柬埔寨当局烦恼讲，恐惊会冲击到观光，所以无公布相关的资讯。今仔日有无徛名的官员讲，确实是有人因为雷击不幸身亡。镜头转来咱国内，昨晖伫咧台北上山的一间气科诊所，医生伫咧甲病人洗喙齿的时阵，这个病人话讲真痛，了后竟然就出手甲这个医生摸。这个医生面着重伤，都爱开刀。不过医生的朋友是认为讲，这并不是单纯医疗的纠纷，是有牵涉欠销的问题。涂骹拢是火烈电脑设备、医疗器械，互弄倒伫涂骹，现场是愈加加。诊疗室无清理，打出公告临时停业，因为诊所医师去互病人拍，当伫病院治疗。诊所它比较特别，它是只有医生一个人，听到那个病患骂脏话，然后跳起来，从诊疗椅跳起来，然后狂打医生的头，一路从诊疗椅打到柜台，然后我就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马上过去。这件暴力事件就伫台北市松山，涉案的姓周查甫人19早起9点半去这间诊所看喙齿，洗喙齿洗到一半，就连拍医师到场洗冷气的师傅讲，逐群拢往面里摸。那个病人在洗啊，然后血很清，他也不是血很多，他就突然冲过来就开始打我，他就说什么很痛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他其实都没有到很严重，没有流血很多，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的。医师满面拢是火，倒入目睭是疼甲爬袂开，差1点就失明。今嘛佫较是爱手术开刀，也毋过医师的朋友控诉，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怀疑是因为债务的问题和欧邦催收。诊所发生的殴打事件，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这个是沈医师有一个债务纠纷，我们有经过公证，有经过判决。沈医师都已经是医生，已经全程都赢了。你真的不要用这种黑道的手段来请我们一定要妥协，这个我想我们不会妥协的啦。医师朋友指控，这目前拖欠3000万的借款，医师提民事官司胜诉，声称假扣押了后，都互人赢来闹事。这摆的攻击事件也就是是对方塞隆犯案。该周姓男子犯案后，于10时许主动至松山分局。年纪大约20岁嫌犯，犯案了后，要走离现场，随后各个派出所投案。今嘛医师坚决提告。警方也以伤害甲医疗法侦办，继续厘清犯案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伫咧高雄有一个1岁外细王的幼囡仔，今年1月初的时阵，因为发烧、哮喘喘，去高雄荣总予医生看。入院的时阵，因为这个囡仔喘气袂顺，加上问几啊届敢爱到血氧机，病院这边拢是因讲有咧监控。不过，加长工这囡仔煞熊熊昏迷，带入去加护病房2个月，也是不幸过往。加上这支讲，这治疗的过程有疏失，目前调解无效，决定要提告。查某囡仔伫病床差不多坐袂牢，喘气声真大声。当时1岁7个月，伊发烧，喘气真急，去高雄荣总挂急诊。医师诊断是急性右气管发炎，阁有哮喘，互伊住院。较无8点钟，煞熊熊规身躯软气昏去。他是口鼻是冒那个褐色的那个泡沫，他整个人就是已经黑掉，然后就叫都叫不醒。查某囡仔抢救了后，靠仪器维持性命。家属不忍伊受苦，今年3月回港。不过家属质疑住院的过程真侪问题，捌发现囡仔喘气真用力，问值班的护理师是不是需要装血氧机？对方回答病情伫监控无需要。后来囡仔阁流畅汗，体温下降，搁再反应也是无装。就只有2.20量过一次血氧，3.量过一次血氧，真的没有问题吗？那我们查到的要以类固醇来做治疗，这部分也没有，氧气杖、氧气罩这些也都没有，所以我们后续不管是看了病历，跟我们儿科医师讨论，其实都跟他们的治疗差距非常大。
家属怀疑病院的讲法反起反倒，查病历发现诊断医师治疗黑骨串的方式，甲国际文献资料无共。虽然他那时候血氧是正常的，但他血氧是因为他呼吸费力很大代偿出来的结果。当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如果都没人发现，那最后就会导致心肺停止。经过3届病情说明会、1届协调会，家属认为无度知影真相，决定提告。高营是回应，囡仔是伫自侵儿科主治医师评估了后，依照医疗常规进行相关的检查甲治疗。团队嘛持续观察评估，查某囡仔的血氧、喘气情形稳定，急诊断院开始，拢有依照医疗常规好好诊治。病情变严重，对家属的悲伤表示会当理解。这个案经过市政府医疗争议调解会调解无成立，家属已经提起诉讼，本院表示尊重并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换来看台中，有毒品集团伫咧太平的一间铁厝内底制造毒品K他命，警方出动装甲车直接弄入去这铁厝内底，有抓到2个嫌犯，而且现场有查到140公克的K他命，也佫有大量的原料。目前已经把这嫌犯移送法办。装甲车载维安特勤队员来到这个铁片工厂了后，随即将铁门弄开。铁门破坏了后，警方随攻坚冲入工厂，发现被盗的2名嫌犯。工厂内全拢是制毒器具，警方也找到制毒笔记等相关证物，甲大批塑胶桶底的制毒原料。嫌犯也将桶仔外打的标头是清洁剂，也是化学营养剂，就是马米杂七。刑事局中大中心去年10月接到chứng主，这个制毒集团以台中太平一个工厂铁厝作为制毒场所。该贩毒集团利用竹林间的铁皮工厂为制毒场所。白天大门紧闭，入夜后时有人员进出，且进出车辆多悬挂伪造车牌。警方表示，现场查获140克开他命成品，另外也查获20公升底的制毒原料有50多桶。研判已经有部分的商品流出去，其中落网的涉甘嫌犯有制毒前科，也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前案在嘉义也遭查获制毒凯他命工厂，所以被判刑确定5年之后未到案执行，所以这次又另外再涉嫌本案。因为开他命是3级毒品，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2个人互检方审核核准了去起诉。检警当咧扩大追查毒品的流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桃园检方有查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伊涉嫌甲真侪未成年的囡仔拐，甲这囡仔吓惊讲，伊有看过因的性影像，而且甲因威胁，若是想要甲这影片拆掉，都要交新的影片予伊。目前知影至少有26个囡仔受害，检方已经甲伊起诉，求刑判22年。查获强害翕性影像，定伫桃园地检署指挥中立分局、桃园分局刑警大队侦办姓李被告违反二校性剥削条例案件，伊涉嫌利用诈术来诱使未成年制造性影像，甚至互人看，19遭到起诉，具体求刑22年。被告以协助移除性影像为由，诈骗被害人拍摄并提供性影像。被害人人数众多，检察官具体求刑有期徒刑22年。针对这件强害翕性影像，被告姓李查甫人讲看过被害人性影像，利用因烦恼找无人帮助的心态，强害被害人爱删除、防挂流的性影像，需要去翕性影像，予伊比对移除。清查出至少26位被害人相片影像有2000多张。被诱骗的状况之下，他被拍摄了影像，而这些影像当他在网络上面传的时候，他会被有心人士重复的再利用。那以及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影像当中会附上一些相关的这些被害者的一些资讯。电视协会表示，每一张影像拢是受害者真实互伤害事实，那会当尽可能的较近受害者的状态，都会当提供资源，互因帮助。也讲到，这摆是以团队信问的方式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也透过科技方式进行二小性影像专卖比对移除，降低伤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的消息来看，台中逢甲商圈有一架
汽车，伊伫咧回调线的时阵去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学生，甲在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的危险。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双方拢无食酒，不过这个学生哪像是有弄红灯，而且这台脚踏车要过回调线的时阵，应该爱用牵的，袂当用骑的。目前双方的责任要过来厘清。白色的轿车准备要倒弯，伫路口等过路人过斑马线，速落来要起步的时，向一台 U-Bike 对斑马线遐骑来，两台车弄做伙。13岁姓肖的学生人挂车拢缀伫车底，民众看到状况，赶紧来扛车，甲伤者拖出来。事发迄当阵是伫个5月18暗时8点左右，地点就伫个台中市西屯区河南路到福兴路口。附近的人讲，这车真多，也是有无停让的汽车驾驶。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车子不太会让啊，不太会让，这个地方就对。对。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轿车的驾驶无受伤，细小的学生是倒脚受伤，送中港丁清病院治疗。初步判断，细小的学生骑脚踏车哪像是冲红灯，而且伫个斑马线顶头应该爱落车用牵的。先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通过后，再起步向前行驶时，与对向直行过路口的脚踏车发生碰撞肇事，双方驾驶经酒测均无饮酒之情事，详细事故原因将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不过，交通团体认为细小的学生骑脚踏车是有照规定往正边咧骑，要那路口因为无脚踏车的车道，所以受汽车的压迫，唔才会骑去哩斑马线。道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像荷兰，除了行人穿越道以外，旁边还会有一条红色的自行车穿越道线，所以行人、自行车都可以顺利的穿越，不会有这种互相去卡。像这一次他自行车骑到一半进到行穿线的范围这种事情。交通团体以荷兰做例，路口的脚踏车道，佮有铺无同款的材质，互民众会当看。建议交通主管机关会当过来改进。第6分局是表示讲，双方肇事关应价比例也佮需要判断。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即马交通部修法，甲无停让过路人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的罚金提悬。不过，真侪职业驾驶因为不办这交通的政策，较为过路人，所以昨昏去交通部抗议。也那行政的团体是认为讲，修法甲执法若是无够彻底，对改善交通的安全也是无帮助。车身大路，计程车一台刷一台，说交通部。不办交通部修法，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除了去罚金约3万6，而且吊销驾照4到5年免考照，上紧6月开始。职业驾驶认为，多方面约束驾驶无合理，应该也要公布重罚无遵守规定的过路人。相对的，你要吓阻这个驾驶人，你对行人也要有相对条件的提升，而不是说今天行人罚个500块不痛不痒，根本对行人来讲根本不会影响。行政团体是指出，交通部这几年政策是一直变化，亲像原本计划加严处罚，后来又开放微罪无检举，6月开始又加重无让过路人罚款。政策摇摆会加重人车对立，对交通安全的改善无帮助。主管机关应该负起责任来，而不是让社会上的各个用路人去互相对立、互相对抗，而是交通部把道路工程建设好。车辆跟行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存在。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事故的话，当然受伤最终往往是行人，所以我们是政策上都是强化弱势用路人的保护。交通部回应修法是为保障相对弱势的过路人，不过也无安尼降低处理量能。今年到即马，行政单位统计无让过路人甲过路人处理件数，拢比去年较悬。交通部也积极推行包含斑马线退缩、小行人专用事项。改善路行等等，继续优化交通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520，也就是总统赖清德就职1周年。即马伊伫总统府发表执政1周年的谈话，有讲到民主台湾韧性精神，诉求团结。咱做伙来看总统上新的谈话。1兆元净零转型预算，并且带动民间绿色筹融资至少达到5兆元。迈向2035年减碳38%加减2的国家减碳新目标。台湾的空气品质已经逐渐改善 ，PM2.5年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21.82下降到现在的12.8。今年开始，
台湾正式实施碳费制度，我们会目标坚定、脚步稳健、策略灵活地落实2050净零转型的愿景，和全球一起追求永续成长、繁荣发展。同时，为了因应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兴建国家级防疫中心，强化防疫中枢。为了促进全民健康、普筛癌症，成立癌症新药基金，并启动5年489亿的健康台湾深耕计划。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大幅增加712亿元，让健保永续发展。我们要打造健康台湾，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我们更努力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除了持续盘整国家级项目的准备，举行实地验证，也整合各部会力量，提出针对国安统战威胁的17项因应策略，来团结国人，抵抗分化，保护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而最近行政院编列的4100亿元特别预算，其中1500亿元更是要来提升国家韧性，也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在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难关会一再出现。上个月初，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我提出了5大因应策略，并且启动产业请丁之旅，希望携手产业界突破挑战，开创新的契机。行政院也在最快的时间内整合各界意见，提出强化安全韧性特别条例，并将运用税基剩余编列4100亿元的特别预算。除了支持产业与安定就业，更要强化经济，照顾民生，提升国土安全韧性，让台湾产业在变局中持续稳健前行。尤其我们跟产业界的座谈中，各行各业纷纷主张不要调涨电价，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弥平从COVID-19 疫情到俄乌战争以来，台电补贴民生和产业用电的亏损，来健全台电的财务，以稳定电价。也期待朝野合作，通过行政院的特别预算。百工百业也都希望维持供电稳定，其实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确定供电稳定，同时开发多元绿能，不论过去或未来，都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除了电价议题，近期国人也都非常关注台美关税谈判情况。经过前一轮的实体磋商后，仍在持续进行当中，过程顺利。政府会秉持确保国家利益、维护产业发展，绝不牺牲任何一个行业等3大原则，站稳台湾的立场。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出发，会快慢有序、有为有守，争取最好的谈判结果。台湾和全球民主伙伴共享民主的价值，并且遵循自由市场原则，共荣发展。这是我们最大的本钱，也是广大台商释放活力与能量的保护伞。这是我们和威权体制最大的区别。长期以来，台湾和美国以及民主，今麦咱看到的是总统就职1周年上新的谈话，有讲到外交、国安的问题，也有应对美国关税等等相关的议题，其中也有环保，也有防疫相关的议题，也有咱的经济转型，希望会当让咱台湾更较有竞争力，让咱台湾会当有永续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照顾百姓生活。展现优点。镜头外来看，去年有几啊间公家单位的工课场发生霸凌的案件。公部门的基层团体顶一日开记者会讲，希望公务员会当下用职安法的这个诉求，拢无受到重视。5月初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修正的草案，还佫有欠点，呼吁行政院都要紧让公务人员下用职安法。
去年劳动部北分署公务员疑似受职场霸凌压低落案件，互公部门职场霸凌这案议题受到关注。可见伊伫5月初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条文修正草案，公部门基层团体八月伫立法院边仔召开记者会，表示修正草案也是无含目前职业安全卫生法同款的劳检机制，无通确保公务人员的权益。非常多的职业灾害跟疾病的认定，是透过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它法院所授权的相关单位去做出的认定，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经验。但是对于保障法来说，甚至连我们在保训会里面的委员都没有这样的专业。警察和消防员基层团体也拢表示，当期伫职场上拄到不法侵害，公务人员保障及备份委员会无在调处理，订立外部监督机制来协助。针对纳入职安法的诉求，政府过去也拢已经使用公务人员保障法做理由来拒绝。阻止基层警员请假的状况，造成警员遭受职场权利上的侵害。而就算警员依照制度向上反映，常常也只能得到一个罐头式的回应，这是主管权限。保训会亲口告诉在场会议的所有人，包括我，保训会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的专业能力去处理跟保障我们这种高风险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在保障法里面，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公部门基层团体表示，霸凌防治和职安保护无应该区分是公务员，也是一般劳工。呼吁3党立委赶紧透过提案支持公务员纳入职安法。也那保分会是表示，目前已经研拟相关监督检查、追究责任的机制。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也已经送立法院审议。记者刘家佳、林秀凯台北报道。即马天气愈来愈热，大家嘛拢真关心用电的问题。咱台湾上尾一个核电的机组停止运转了后，农民团呼吁应该发电再生能源。不过，嘛有另外一派认为讲，核电无碳排放，真侪国家拢重新开始使用核电。也那台电视回应讲，停止使用核电是咱国家的政策，而且伊嘛支持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绿能街霸2030刻不容缓。多声化口府强调，台湾关核电机组了后，进入恢复加长。核能规定了后，应该由绿电来接手。提倡再生能源发电的团体邀请发电太阳光电、风力等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再生能源毋那是替代方案，佫是未来的能源主力，希望政策应给加支持。当有人问非核会不会缺电，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信的回答，再生能源准备好了。我们不只是替代方案，更是主流的路径，我们也是值得信赖的能源选择。不过，包含核能学会等的团体也同时举行记者会，强调台湾长期用核废无解作为反核政策的依据。不过，根据国际经验，高解核废问题并是无解，也强调核电未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空污，感谢大国隆重启核电，因为应该延续现有的核电机组。其实政府那时候在2018年的以核养绿公投过的时候，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不做。当初如果做了，包括你核2可以延役，甚至于你核1已经除役的基础，你可以甚至于去修改法令让它重启。对两派团体意见，台电强调，发电再生能源是国家政策，会一直支持再生能源的发展。再生能源的发展本来就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嘛，因为到2050年你要净零的话，那再生能源当时的占比是60%到70%啊，整个政策在推再生能源，它就逐年有一定的比率往上嘛。大家都很关心核3厂延役的问题台电加油！台电强调，虽然立法院已经3度通过核管法的修正案，即将到期的核电机组应申请重启，不过相关做法甲配套拢还未完备，加上社会上对核电使用意见不同，一切拢会过沟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更上新的消息，咱要来看回答执行长黄进芬昨天宣布，回答的台湾总部要起伫咧树林北投科学园区。所来回答爱甲新工人寿，也有台北市府超地上权的问题。台北市府讲会全力来协助。也那经济部甲国发会嘛表示，总部成立了后，人才甲资源嘛拢会尽量斗相共。回答执行长黄进芬19点开专题演讲，同时带来大消息。回答台湾总部已经决定到伫台北市北投树林、北树区 T17、T18 两块地。
that NVIDIA Constellation will be at 北投士林. The people of Taipei approve of us building a large, beautiful NVIDIA Constellation here. Do you? 不过，即马回答可能要面临土地地上权转移问题，因为这两块地已经由新公证收得标，所以可能要用两种做法。第一是地上权契约转移，要不持互动器；第二是由新公证收契约了后招商，和回答者做厝卡。知情人士也透露，新秀甲回答最近应该正式签约，会向变更设计的方式，调向回答美国总部的方向来设计。不涉及修约的话。看起来走4.5.3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如果建物盖完之后是可以全部或部分承租或者说借贷或者说委托经营给另外一间公司的。中央也提供支援，经济部表示继续甲企业保持密切沟通，提供必要协助。在就科技人才方面，国发会也表示，已经在过去1年，甲回答建立就合作友好关系，协助回答伫欧洲、印度、美国等地就专业人才，也提供国际员工来台湾签证、工作依靠申请服务。AI 整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是越来越畅旺的，所以呢，相关的职缺工作机会也一定会更蓬勃的，有这样的人力需求。回答带来机会，有那人才进入增加，专家分析，地址锁定在台北市，是地理位置方便。经调北市区也是看中边边的南港这的土地更较宽，也为台厂带来帮助。对台厂的好处可多得很，其实最起码的就是说。辉达在这个地方，在于系统端的整合，其实是有帮助的。专家也分析，辉达在台湾为产业角度考虑，好处是真济，对外媒烦恼的台湾地缘政治因素暂时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拢真受欢迎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今年要伫咧7月初5至8月2日来举办。官府宣布5月20甲27这2天会分2阶段来卖票。不过，即马网络顶随着传出有诈骗集团假做是盗卖票的人要拐人的告知，官府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互骗大耳。2025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台东县府的宣传活动先用无人机公调秀，预告今年会有哆啦 A 梦的造型球假日。官方网站也宣传7月初5到8月2日，伫罗亚高台会有下流座升空体验，5月20到27分2阶段卖票。也毋过即马传出这种非官方的假卖票网络信息，甚至要求老民众网络考注。也毋过甲官方有拿小哆啦 A 梦多样的卖票平台无共，官府呼吁民众唔通哄骗。有许多民众的反映，在网络上有人透过了网络，希望能够索取 ID， 他们要优先能够发送细流票的资格。我们目前确定，这不是台东官网，也不是我们委托的厂商他们所设计的官网。官府表示，可能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一波热气球活动，处理民众购出来的诈骗，已经向警方备案进行调查。请警大队向脸书平台检举上述假冒网页，要求下架，并主动追查假账号之案件讯息来源。官府强调，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坐热气球的卖票方式，只有一间得标承包的旅游业者伫官网卖票，也是到现场买票两种方式，无过委托其他业者卖票，请民众爱多加细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英国往来若是收成了后，往来长的叶啊，或者是往来皮，农民拢会加互脆脆来做肥料。不过有当时啊，这会生菇或者是生白菌。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台南市府甲民间企业甲这个农业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甲正做衫或者是帽啊、甲饲料等等，而且这产品还佫有成功外销去甲日本。往来站放点这台机器，免3秒就自动甲茎甲叶啊做分开，出来叶啊，再佫提起厝内面的纤维，那茎细细的切片塑大，甲摕来做动物饲料，添加这等物件。传统种往来过程，敢若果肉有作用，像果皮、茎、叶啊，拢互人当作是农业废弃物。即阵为着配合国家政策，达成2004年农业净零排放目标，台南市政府参民间合作设回收示范区，采用机械甲这废弃物回收，嘛减轻农民负担。伊这有当时做到生菇做到发烫，有虫啊有菌啊，
所以经过这进资料，咱较开始当落栽啦。所以即摆有这对恁农民来讲有较好哦。有较好，变成咱免用常用药啊。对环境嘛较好。较好。农民讲，因过这废弃物拢会参土淋做伙泡水做肥料，毋过烂去时间就要真久，甚至铺药杀菌，产地上无爱放半冬才会当搁种。即摆甲本正无路用的废弃物变做有价值性的产品，那减少处理成本，未来嘛通增加往来产量。药会使摕来做纤维，纤维会使做一寡阮的衫、帽啊、袜子、包包等等的一些纺织用的产品。金的话，我有在摕来做肥料，买在做饲料。买在做几包猫砂的附加产品，减少农业废弃物，增加这个循环经济，而且可以让这个农民的收益增加，让对环境更友善。双赢甚至是三赢的这个政策，我们还会持续推广。业者指出，去年7件回收15公斤的往来，加做成饲料架数、鸟仔用品等物件，佮外销去日本。因今年目标是要扩大到60公顷，未来嘛按算推展到台南其他往来产区，持续推动永续农业。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即马气候暖化的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家来关注。即马就连伫咧阿根廷，嘛发现有愈来愈大粒的冰山会安尼放离开，而且还佫有20楼悬遮尔啊长的冰条，直接安尼放落来，这嘛代表气候暖化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原本只做一片的冰河，向分裂出一个条仔形的冰甲，70公尺悬，等于20层楼悬的冰条直接倒落来。这是阿根廷的莫雷诺冰河，伫冰河的冰架头前发生裂冰的时阵，真罕咧看到景色，是真侪游客真爱看的。不过最近5冬冰山崩解的状况是愈来愈侪，和当地冰河导游是愈来愈烦恼。No eran tan frecuentes en el glaciar Perito Moreno en los últimos 20 años. En los últimos quizá 4 o 6 años sí se han empezado a ver este tipo de iceberg mucho más grandes, o témpanos, perdón. 冰河国家的公园导游昆特洛斯解说，过去几十冬因为气候暖化的影响，和全球各地的冰河扬起速度变较真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最近3冬损失的冰河规模是历史新高。虽然莫罗内冰河仍还能保持固定的体积，有时阵增加1点仔，有时阵减少1点仔。也毋过为2020年开始，冰河的体积有明显减少的状况，每一冬损失的水量差不多是1公尺到2公尺。但是无改善，冰河的体积有可能会加速减少。El cambio climático está presente no solo en el derretimiento o en el retroceso de los glaciares, sino también lo vemos en el instrumental que tenemos instalado en la región. Sabemos que la temperatura media del aire en esa región ha aumentado alrededor de 0,6 décimas de grado por década. 根据阿根廷政府2024年捌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莫雷诺冰河为2015年开始损失的速度是过去47冬来上紧，嘛维持上久的，并且每一冬会损失85公分悬的水量。未来有可能会看到更较侪冰山为冰河裂冰出来。公司新闻台是唐碧玉。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5度至32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